相信好大家按做，我是纪丽丽，欢迎大家准时的9点半，同样路头前抢下来收看客家新新闻的直播。今日係6月初七，對亞嘅全台灣嘅疫情來講咧，今日我講到啊，實在當重要，因為疫情對今年嘅年頭起始，一直到亞下差唔多半年咧。6月初七卻因為亞下呢國內嘅疫情嚇得，韓國呢咩高位亞四集嘅潛伏期，指揮中心就講對今日起始全台灣大解禁。今日呢，客家新新聞，我對時態報紙來看，嘅當然呢，一開始先同大家講，今日呢，卻因為時態報紙也所有嘅頭版全部都係同籌備亞嘅6月初6，高雄對亞嘅高雄市長來進行拍韓，亞片呢頭版頭條差唔多都係亞中嘅消息。唔過呢，講到疫情嘅部分，像鄉親朋友先對自由時報來看，自由時報下半亞片呢就講到啊。已經8禮拜都冇本土病例出現呢，今日起始會進行大解封。就看到亞種相片亞隻醬色妹，比跳到暗高，實在看起來當歡喜。嗰種呢亞片出來了解到解封過後防疫措施有哪一條標用呢？就先對自由時報亞隻表結來看起事。首先，來關心亞嘅台中運輸公司呢，像坐高鐵、台鐵。國土客運，韓國呢台北捷運，公車也到台中運輸。鄉親朋友呢，還係要注意哦，唔係講亞下所有嘅作業咩都做得牢緊拿下來嘅，也係有條件來並用作業嘅經驗。比如講呢，搶熱站嘅時節，還有上車嘅，天出愛量體溫，韓國作業咩愛帶好來。車嘅低度呢，就愛維持1.5級界以上嘅社交距離。韓國天意松鐵採行做得開放來適當時嘅，韓國企業票沒有開放來賣，特別用採地度輕量輕度嘅採呢企票係120種。然後呢，從今日禮拜2日，有當到鄉親朋友想愛去看天陽，亞片看天陽，每日嘅部分呢也還沒有作為解禁，來看亞片。先前本單句講愛甘定草將梅花草亞片呢，亞下天陽間開始同亞嘅甘定草嘅梅花草。今年解除嘅，唔過呢入場以前還係愛量體溫，愛帶作業咩？韓國呢睇咪從今日起始開放本大家做得去測試，開始進行緊適當時，也咪做得恢復到像頭擺一樣嘅。要重點也到各項嘅化妝品產品做得來使用，嗰種呢要按到位議員並用，咪係今日起始會開始來解禁。對自由時報嘅內文也片來看到。陳時中呢，還係提醒講，大家愛接接細數，帶作業咩，同亞種經驗的衛生習慣，同佢內化做一種親自然的亞種習慣。因為呢，從陳時中也建議呢，佢咪講，卻因為國內嘅疫情控制下來嘅，故咗呢，佢當然經提醒亞條防疫咧，愛注意到嘅按度嘛嘅。佢講自家面面線線，佢咪講到，也嘅當然都經講同樣嘅事情。唔過呢，佢講哦，也就係其中當重要嘅素材。愛同佢變做當自然的事情，像家下呢帶作業咩？佢講亞擺國內嘅疫情做嚟控制下來，卻因為呢大家啲好愛帶作業咩？係我係講國際上大家啲好帶作業咩？有可能全世界有幾下10萬人就唔會冇命嘅。詳細嘅新聞，帶鄉親朋友透過新聞報道來看到籌備人呢一個指揮中心現場嘅公布。國內武漢肺炎疫情今日維持零確診，確診個案維持到443例，其中429個人已經解除隔離。為就順更多家人推廣公開清洗中，今日看起來心情都輕鬆。指揮中心和調200有搶對今日初就境界專家諮詢小組信件，向下去現場分享參加該心得。我看我們開會的時候，所有的委員面色凝重，就好像那個世界末日電影那樣子的感覺。可是到了疫情的後期，我覺得大家都有說有笑，為什麼呢？我們成功控制住了。大家知道我們成績很好，我們成績比任何國家都好，所以那個我們諮詢委員最大的回報就是說控制住了，那我們心情就好了。我學習到說，其實呢，我自己的看法可能不完全，其他專家會指出一些我可能沒有考慮到的地方，所以在過程當中呢，最後我們是用集體討論來決策，用那個集體智慧來確保說我們整個國家的防疫政策在那個正確的軌道上面。
面对初期管理在太開封，指揮中心講，收入來還係會維持防治新生法，民眾還係會上網細數，大在 M 保持下個距離比較。我有關松鐵開封頭車度這些東西，不過車子度就算係通透到車中嘅距離，還係無法度達到安全嘅下個距離。指揮官陳時中講，大部分都難去規定，不過希望民眾是同大家變做習慣，保護自家，沒保護便宜。慢慢，我們希望這個生活的習慣能夠養成啦。那就是說，盡量把距離拉出來。就戴口罩戴得很難過。那5排的1排5個人，那可能3個人這樣間隔開來，3個人有戴。那基本它雖然沒有辦法100%的防護，但是也是達到一定的效果。之前要卡得咧，東道太準研究未能拖2個禮拜了日判病一定理，不過呢時將是開封見為成年見，陳時中還係強調，一定見女開封了後，前現要卡天貼了後，將來考慮。客家新聞網要選劉義平特別報道。天然家下有看到指揮中心籌備呢，就來嘅東道嘅亞拜托防疫指揮中心鴉片呢，係強下來擔任專家小組地步嘅成員。其中呢，一個李炳英感染科嘅醫生，佢就講，就因為亞拜嘅全台灣疫情有好控制，係因為國人呢大家都睇好愛戴做嘢咩？韓國當然安全呢預測，專家都想講，今年嘅秋天韓國寒天月，全世界有可能會爆出第2擺嘅疫情。不過當時節卻因為亞下有嘅頭1擺嘅防疫嘅感染咩，當時節佢安全第2擺嘅疫情對全世界來講，唔會像亞擺第1擺爆出來按呢按嚴重，疫情按厲害。韓國呢籌備嘅係國內有東道嘅大專研究來舉辦畢業典禮，將台灣呢填籌備嘅就有辦台一個畢業典禮，唔過呢也同頭擺千無共用嘅，看到蘋果日報亞種圖像，就看到也櫃台稱呢就係籌備嘅呢台大嘅畢業生，唔過籌備嘅現場單槍開放本。523名學生嘅入場，韓國呢大家備坐，不過也當中呢，就看得到啊，大家咁難坐，一個距離都要牢記綁開來，大家唔好坐到安檢，愛離下遠啲位。故咗呢，因為愛防疫，大學嘅畢業典禮規模就比頭擺還較減少嘅。韓國呢一旦哦，像畢業生啊，佢哋都會戴佢哋嘅博士嘅帽嘅，不過呢，籌備佢哋冇戴起來。係用相互來祝福按呢個方式來分享畢業同歡喜嘅心情，也係畢業典禮嘅部分。韓國人帶鄉親朋友來看到蘋果日報，同時這個看到啷個一頁，卻因為呢從6月初一正月起時，一個作業咩工廠生產開始結晶咩。鴉片就有報道到哦，從作業咩結晶過後，全台灣有東道間生產作業咩嘅工廠就開放俾大家自由去買嘅。還有鴉片就看到哦，蘋果日報 A400版面蛋糕，大家啲擺列咧擺到暗藏，就味道乜嘅呢？大家要愛搶定愛擺列咧去買作業咩呢？從鴉片呢就係彰化有一間國內當有名。當大型的作業咩生產工廠，籌備起時早晨8點嘛，要當到鄉親朋友就去拿號碼牌搶得去買，來看到籌備擺列嘅情形。工廠內擺列的擺到長，時間到位，民眾拿的號碼牌，各按辛苦總算有價值。作業咩證書6月初一經已結晶，自從恢復自由買賣，民眾購買到位，加以安心。如果說你每天都有帶的話，它可能會有點不夠，還是會有點不足。這個實名制是要有的，貴阿伯買無？係啦，2兩3年。工廠人員無限啲嘅步伐，附加看擺你咪一下又一下嚟做嘢咩？以前黑地咧，彰化有名嘅大工廠、觀光工廠重新開放，民眾做得拖街巷出價買，民眾哋透過天上通路買嘢多，做咩恢復自由買賣。工作方面9點發出嚟500組嘅號碼牌，13年做得買2盒，1盒50隻，外賣350元，比市面值1隻5萬元，還貴啲位。這個6月份哈，我們就是還是照預定說每一個6日哈發號碼牌方式哈，這樣比較秩序比較好，而且也比較公平一點。廠房講現時材料都起價，尤其用噴布材料起熱10批。另外，聽說生產嘅國員推崇過後，出台愛補足年底加班費未算啲地度，假設會比先前辦過些咧。唔過為什麼管控拖下嚟發力度？
但我未来处在国内市场，产线会扩充到20条，一年生产力到100万只，应付国内嘅订单。记者林建成、彭芬全综合报道。按当年渐年爱去排列的卖作业咩？除了讲鸦片呢，作业咩生产工厂老板要当年去排列的以外，除非有哪条素材咩系渐年咩当年呢？因看到联合报 A5 低度的内页版面呢，鸦片讲到的全台湾对金美希事态解封，故说呢，曹本业风景气球标出来，当年潮，贵太青人呢对北东南几条呢就当上爱出去行了的，因为亚报的大家关的研究的，尤其鸦片呢，联合报就有报道讲，像屏东、垦丁，曹本就来也当的人下。当年呢，上会去告水，韩国像饭店、民宿业者，曹本呢也在礼拜2日啦，主文的量实在当多。一个警方面对查流量来按算讲，差不多的垦丁一部分，曹本就有3万人去到鸦片，系今年1000人的多见，一年当中1000多人下去嘅。故所抢当到嘅饭店业者，佢哋咪只能其他讲杀下来，基金过后，一个理由观光嘅产业引起做哋老嘅带动起来，同时佢哋咪做嚟对鸦片赚到钱又生意好做。唔过呢，南台湾、韩国、中台湾喺亚洲人潮当道嘅情形，北部呢就系东冇强用。联合报鸦片就有讲到，像离岛各地鸦片喺当人去主文，也下上外去加主文，咪主文唔到嘅。唔过看到松北天气，实系人潮较少。鸦片就有讲到咧，因为呢，松北天气本单就系主要系做国际观光客鸦片的生意。唔过呢，看到法令推动垦丁鸦片廉价。大家呢去抢定去主文，唔过松北鸦片业者表示讲全无感觉，因为呢主要系做国际观光客，硬是因为边境忙并用，故所呢佢哋出冇一个国际观光人客做得来到松北天气来了，故所呢鸦片呢松北业者咪系请其他讲也系境内并用嘅，杀下来境外系唔系夹来并用？指挥官陈时中指出讲，睇基金爱看观察，先观察第一境内并用嘅情形，再过来讨论爱并用境外使落来嘅一个人项目，也系联合报作为相关嘅报道。前面我哋关心到嘅系中国时报。中国时报呢，鸦片会先看到鸦片系指挥中心亚摆嘅绍兴人庄双顺，佢系新竹户口客家人。韩国呢鸦片按台中嘅相片呢，就会讲到草编呢指挥中心就邀请按度嘅专家上下来分享到1000多件，佢一定要有样嘅心情。佢当然咯，佢一定讲一开始唔知也系乜嘅嘢传染病，唔知系乜嘅嘅疾病，大家咪动惊，咪动紧张。不过呢，却因为有位17年前 SARS 嘅经验，指挥中心当强就采为按度嘅专家向下真嚟按嚟嘅专家小组，针对疫情一步一步来讨论，韩国呢天天呢来讨论讲，我用嚟来研究，也系筹备指挥中心邀请专家所有嘅大家向下来分享佢哋嘅心得。让我们带乡亲朋友来看到《中国时报》下播鸦片，有关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佢一條籌備頭6月初5幾日呢，主要來開一場會議。WHO 嘅秘書長譚德塞，佢就講出嚟咧，佢先前講嘅全無共用嘅一種作業咩嘅經歷呢，因為佢先前就講。WHO 呢，秘書長先前佢講啊，差唔多是由醫護人員韓國呢確診嘅片段為帶作業咩，籌備佢改嘅。故所呢就本人少嚟講，你先前啊就提醒大家講唔是帶，也係要改嘅，係唔係呢？本人見少呢，係想到乜嘅，就我嚟想講，愛重新來從事作業咩呢？帶向前來看。18年全業共享場所愛帶咗 M，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托出又有新嘅講法。In light of evolving evidence, WHO advise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encourage the general public to wear masks where there is widespread transmission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is difficult, such as on public transport, in shops, or in other confined or crowded environments.
世卫组织充分强调，亲身带JM嘅参考係做兩期禮拜嘅研究結果。研究顯示，帶JM確實係降低病毒切開來嘅風險，不過唔係完全保護得到。但係再重申，咁樣同舒適槍同保持社交距離，就係千好計。兩建議世衛組織一起堅持，恐嚇民眾唔是帶JM，咁樣治療工作相關意見同確診嘅病人正愛帶。不過之前到全球切外半年嚟，世衛組織兩萬將堅信安全順帶，防疫提慢未本人起到好效。就算世衛專家柯福富進一步強調，兩萬建議民眾大概唔係治療級，係一般嘅補JM。不過當到國家既然並用帶JM嘅政策，兩萬做出安排嘅改變，未本人唔對安全選擇。不過另外一方面，就要反復檢視泰國嘅前線數據，全球確診數持續增加，對5月地之內，社工當然能增加4萬卡家，6月初3還可增加超過13萬。研究認為確診病例增加，都有可能係因為其他嘅國家開始大量檢測，不過未有當到國家嘅檢測數字，係無法tout了解之前係完全發點解。記者經驗見編輯。好看到一個 WHO 嘅秘書長譚德塞，而先前呢就講，醫護人員同確診人員將愛帶做嘢咩？不過一下6月初5日是既有改嘅，故所呢大家就過罪，同佢少嚟講，因台灣係超前部署先來準備。不過呢，譚德塞實係超慢，就係講暗慢，且係幾百年呢以前呢，而一下將地講愛從事做嘢咩，又幾重要嘅，實在係本人經批評。喺個鴉片呢，中國時報還係有講到哦，針對一個 WHO 提供嘅指南當中，佢有講到建議各國政府愛鼓勵民眾啲病毒盡快承認，韓國當然保持社交距離嘅時間呢，韓國亞洲蔬菜都愛帶定做嘢咩？比如講拖車台中運輸工期，韓國去商店店尾其他關秘密嘅蔬菜，冇像當家嘅蔬菜，清楚愛嚟帶做嘢咩？故所呢，鴉片就國內，韓國呢國內鴉片專家都來提醒講做嘢咩，實在當重要。係講呢做得大家啲好愛帶做嘢咩？可能講全世界一下都強就會確診人數達到700萬嘅印度嘅確診病患當中，啲好帶做嘢咩？有可能一個就幾10萬人唔會認真切片冇命踢。也就係見俾嘅客家新新聞。你大家聽下來看一個時態報紙嘅新鮮嘅內容，下晝2點再飛。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紀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 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觸摸客家新新聞。